所以来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幼囡仔的权益。教育部初二预告要修改幼稚教育及照顾法施行细则，要让2岁囡仔会当甲3岁以上囡仔合作同一班，引起家长甲教育团体反对。呼吁教育部这个部分，恁就要想清楚。 教育部初二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预告，要修改幼儿教育及照顾法施行细则，让2岁囡仔会使甲3岁以上无满4岁囡仔伫同一班。才讲过1礼拜时间，网络就有万挂笔的讨论，反对立场是占大多数。初九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伫教育部头前召开记者会，表明反对的态度。因为2岁的孩子，他的一个生理，他需要更多的一个照顾。2岁到3岁，光差1岁。 以孩子，不管是他的一个生理的一个训练，或者各方面的一个训练，都急需人力，急需人家去关照。2岁的中间的过程，如果没有成人辅导他，在这个如厕跟饮食生活照顾上，绝对会影响到他后来人格的发展。北大嘛有家长表示，烦恼大细汉囡仔同齐上课，较有可能发生危险。专讲从基例，2岁专班甲3岁以上幼稚园班级，各款要求拢无同。亲像2岁专班要求便所爱设伫教室内底，3岁以上唔免。2岁专班一班上侪16个人，3岁以上会使到30个人。这个幼儿园内，他如果没有设置2岁专班，或者是2岁专班他已经额满。 但是他的3岁专班还有余额，是必须幼儿他的生理年龄要满3岁的当月他才可以入班。教育部表示，是要满足一定的条件，才是这摆修法的适用对象。嘛强调，教育部会继续收集各界意见，进行修法的研究。记者郭文佑随台北报道。